Hello，大家好，歡迎收聽你講乜嘢，我係 Siri。我係馬里奧。咁唔知唔覺咧，你講乜嘢就嚟到200期咯喎。耶！好興奮。其實咧，我哋就整咗一個有獎活動吓，咁大家可能唔一定有睇到我哋之前發喺 show notes 入邊嘅嗰個詳細嘅參加指南啊。咁喺呢度簡單同大家介紹一下，就係咧。各位喺小紅書度咧發一個貼，咁啊貼嘅內容咧就係大家想同我哋講嘅話啦，或者係同你講乜嘢有關嘅一句金句啦。咁發完之後記得要 at 馬里奧同埋我喎。咁具體我哋兩個嘅官號咧喺我哋嘅 show notes 度咧係可以揾到嘅。咁係啊，我哋難得搞一次活動，希望你哋可以熱情嚟參加我哋呢一次200期嘅盛宴。歡迎你哋火速發個小紅書，好簡單㗎咋。然後詳細規則就喺我哋嘅 show notes 裏邊。哇！你知唔知你哋最近歐洲真係好鬼混亂嘅啫？我覺得有時候咧，我哋更加似發達國家，然後你哋先係發展中國家。因為我最近睇到個新聞咧，講話法國嗰邊咧啲市民因為天氣太熱咧，入到超市裏邊搶空調。哇！點解可以瘋狂到咁樣嘅？你哋嗰邊真係好熱麼？係真係好熱，而且係從5月底開始就一路熱到而家。但係上個星期底吧，啱好落咗場雨，算係今個星期好啲啲啦。但係好多人屋企冇空調咧，我話實真係我估佢夜晚應該真係瞓唔着覺。因為我係有空調，但係我唔一定係成晚開，所以我有時候可能開2個房，我就可能換風扇啦。但係有時候即係最熱嗰幾日，我都試過半夜瞓，即係會熱醒。所以當我聽到佢哋喺度講話要搶空調呢件事情，我就覺得好匪夷所思。佢哋唔可以網上落單嘅咩？而家已經落後到電商已經唔可以支撐電器嘅購買啦麼？咁我就唔知點解。其實老實，我係咪真係未見過啲咁嘅世面嘅？即係我冇見過意大利人咁搶空調法啦嚇。咁但係講實就係歐洲嘅空調嘅普及率，的確係冇中國咁高嘅。確實，因為我聽啲長輩都會講話，其實歐洲嗰邊係唔熱嘅，可能而家最近天氣反常，就會導致天氣就特別炎熱咯。近幾年咯，我識啲朋友屋企，佢哋住咗喺歐洲都20幾年啦，都係近幾年先至裝空調。以前一路都唔使裝嘅，即係以前可能佢就日頭熱一熱，跟住夜晚應該係好好多嘅。但係近幾年唔知點解真係熱爆，即係夏天嗰陣時。聽人講話係厄爾尼諾吧，但係我覺得今年除咗天氣異常之外咧，其實仲有一樣嘢好火熱，就係我哋依家正在進行中嘅世界盃啦。你有冇關注啊？今年嘅世界盃輕輕有啲關注嘅都。你支持邊個隊麼？有冇講？支持邊個隊啊？意大利都冇入場。我知道吧。梅西咯。你咁勉強噶梅西，我想支持意大利都好難咧。我都覺。但係意大利都算係，雖然佢不在場，但係佢有啲人員都在場，就好似係有一個叫好似烏茲別克吧，佢請咗個意大利教練，跟住繼承咗意式嘅鐵血防守。笑死！係得喎，你講起呢一樣嘢，我哋今年世界盃都會有一個中國嘅裁判，然之後大家都關注點就喺佢身上，即係佢第一場出嚟做主裁判嘅時候，哇！大家中國就好似參加咗世界盃一樣，天啊！通過裁判參加世界盃，所以好搞笑。今年嘅世界盃好多好得意嘅嘢，所以你會發現其實點解2個女仔？其實平時都唔點睇球嘅我哋可以好明白同你哋講，我哋2個都係假粉絲嚟。你謙虛啦你，我先跌個格先啦。我係真小白，即係我係可能連越位都唔知係咩，即係錄呢期之前走去科普咗下啲足球規則。原來咧，你認真學習咗一下。唔係，我睇完越位之後咧，我先知。點解我以前睇有時候間唔中睇波覺得咁別扭？點解你明明個人都去咗嗰個禁區附近，點解你仲係磨來磨去咧？原來係因為佢要等個人行去佢前邊。
係有人喺度磨嚟磨去，而且有啲戰術就叫做啲人啊，啲防守啲後防人員咧就會專登為咗佢哋越位定係點樣裝人哋越位，就一齊向後移一移，然後搞到嗰人係無啦啦越咗位，唔喐都越咗位。唔係，我想問一個事情，即係當我知道越位呢件事，咁你見到有條友佢已經即係嗱，比如你係己方呢個球員，跟住你見到有條友已經衝到嚟人面前啦。咁佢準備可能想射噶啦，呢個時候你行去佢後邊，即係等佢越位咁。唔係，係從你前一個人踢個球過嚟嗰瞬間，你接球之前睇下你個位喺邊咯。即係你唔可以一開始就企喺守門員隔離噶，係咪？等個球嚟咁點都會入噶啦，係咪？你死都企喺佢後邊，咁佢咪唔可以射波咯？係咪先？又係咪咁樣先？係啊，反正就係有啲人會裝人哋越位，有啲就係有啲隊會用一啲好神奇嘅狀況。喂，但係你識越位呢樣嘢已經係 next level 嚟噶啦，你知唔知好多女仔係？我都覺係咪？甚至有啲女仔話全場一場球係咪40分鐘啊？唔係咯，90分鐘咯。45+45，梗係可能仲要加時啊嘛，係咪？係啦，所以有時候會好多女仔覺得呢一場咁長嘅球有咩好睇？即係成堆男人追住一個球喺度打，但喺你眼中你覺得係咪都係呢種覺得感覺？係咪覺得冇咩好睇？睇情況，我有時候覺得真係有啲隊真係打得好悶。但係咧，琴日嗰場咧，阿佛德國同埋阿根廷打咧，真係我呢個唔識睇波嘅人都覺得係打得好激烈、好精彩。係即係有啲係你門外漢，你睇都覺得佢哋打得好激烈。即係有啲你覺得佢喺度磨洋工嗰啲，之後搓來搓去好無聊，成場90分鐘搓來搓去就唔想睇嗰種波。但係咧，琴日嗰場真係好精彩。呢個時候就不得不講一下，點解今年會有一個叫做佛德國嘅國家突然間出現啦？然後我同我媽講話，我今日早上睇阿根廷同佛德國嘅時候，佢就覺得德國唔係出咗隊啦咩？出你德國，我話唔係啊，嗰個國家叫佛德國國。哎呀，我都唔知粵語點講，反正應該係同一個音，係咪？跟住我就話，點解會有個咁得意嘅國家？以前係未聽過咧。其實同今年嘅一個國際足聯嘅一個即係賽制改變有關。因為原本世界盃嘅話咧，我哋平時都會有32支球隊，即係32個國家去入圍小組賽，然後就進行世界盃嘅。但係今年咧就多咗，變咗48支，所以會令一啲比較靠後嗰啲球隊，即係以前從來都未聽過嘅一啲國家咧，或者係一啲咩烏茲別克啊、斯坦啊呢啲咁樣嘅國家，突然間出現喺眼前，咁你就會發現大家都多咗機會，然後球係圓。我仍然都好中意嗰陣時有個人講過話，球係真係圓嘅，好多嘢啲比賽嘅結果咧真係估唔到，所以佛德國就成為咗今屆嘅一個真係最強嘅黑馬，沒有之一。即係你話黑馬有好多，可能會有剛果金啊，或者仲有一啲其他嘅國家，但係最強嘅黑馬必定係佛德國，因為佢喺小組賽裏邊比賽咗咁多場，每一場都無論係犀利嘅國家定係唔犀利嘅國家，都逼平咗人哋，直接係打平，每一場都係打平。我唔知你知唔知呢一個咁神奇嘅事情？包括大家對今早嗰場阿根廷嘅話，我真係冇諗過阿根廷一直所向披靡咁樣過嚟，然之後佢過五關斬六將都係贏住過嚟嘅時候，佛德國竟然真係可以逼平佢。哇！真係喺90分鐘內嚇，即係好多你哋中意玩球啊或者係賭波嗰啲咧，就會計90分鐘。你知世界盃好多人喺眼中係一個賭場。我聽到咧有啲人喺度整梗圖咧，啲人話佛德國專治賭徒，專治賭人。而且我又見到張圖，佢就話：你夠膽買阿根廷？然後即係嗰個守門員啊，翹住隻手，即係佛德國守門員翹住隻手話：你夠膽買邊個國家？全部去比親，全部都打平，真係好抵死。但係你知道佛德國係邊一個國家麼？我知佢係非洲嘅一個國家，跟住據說係好乾旱、最唔發達嘅國家，兼且係國土面積最少嘅國家之一吧。據說佢哋即係呢個唔知係啲人開即係搞笑定係咩？佢哋好似用 LinkedIn 招聘球員，即係有一部分咁潮啊！
係啊，跟住即係問嗰啲次級嗰啲聯賽嗰啲球員有冇興趣去踢波、踢世界盃啊咁樣照。佢個門將咧真係好犀利，佢今年40歲先至係佢第一次嘅呢個世界盃首秀。哇！但係佢咧佢竟然可以逼平西班牙，一鳴驚人。跟住好似唔知邊個講過話，一個好嘅門將可以抵半支球隊，即係佢監生好似有一啲琴日嗰場嘅有啲統計啊，佢就話其實總體嘅呢個控球率咧，阿根廷係高達60幾，好似差唔多65%嘅控球率，跟住佛德國得30%幾，即係明顯個波大部分時間喺阿根廷嗰度啦，跟住射門率又係阿根廷高過佛德國，好多嘅，高成倍吧，但係大部分都俾個守門員攔晒落嚟，係全部攔晒落嚟，即係你可以想象做好似打有個電蚊拍咁樣，有啲蚊全部飛晒過嚟，又叭叭叭叭叭，全部碎晒。係啊，真係好神奇。不過佢哋真係好頑強，即係你整個過程中你就覺得佢哋打得好頑強，差啲搞到阿根廷反水，即嗰啲咩？即係翻車，真係翻車。佢哋佛德國入嘅第二球咧，真係好精彩個角度。佢做咗個假嘅想傳中嘅一個動作，然之後一腳射咗去嗰個猜嗰個角邊嗰度入斜嘅，跟住哇！犀利，犀利，真係犀利。哇！你知唔知我今早睇呢一場球嘅時候，真係一度我以為阿根廷必定入硬啦，結果我第一球見到佛德國入咗之後，我就 O 晒嘴，哇！真係逼平咗啊！跟住我成個人醒晒。你知唔知嗰陣時幾點？喺中國呢邊嘅時間係6點幾嘅時候，大概6點半左右，成個人醒晒。我琴日好 surprise， 因為琴日我都喺度嘗試睇依期嘅呢個直播，跟住後尾揾咗個虛假嘅呢個直播，虛假你講得咁搞笑，虛假，因為佢唔係真人嘅，但係佢有球員嘅嗰啲，好似玩足球遊戲嗰種咁嘅直播咯。跟住我唔知佢點樣做出嚟，跟住喺我睇到一半嘅時候，我就發現你發咗個小紅書嘅直播俾我，跟住我區入去發現我睇唔到，然之後我就發現你都喺度睇緊呢場啊咁樣樣。但係咧，我覺得好似攻守逆轉，世界輪流轉，即係一般嚟講睇世界盃都係你哋國內啲人喺度熬夜，點解變咗我喺度歐洲人要熬夜？係啊，我睇到佢，你話中場休息嗰陣時已經1點鐘，我真係有啲熬下去。我以為你嗰陣時係12點咩？唔係啊，1點啊。但係真係，如果呢一場波精彩嘅話，你會好快會覺得呢個時間過得好快。今朝一醒我就走去查比分。所以咪你睇翻精彩回放，睇咗，我睇咗佢哋入波，即係嗰幾個差啲入嘅射門咯。跟住最尾嗰個阿根廷入嗰波，好似輕輕有少少烏龍，好似係撞咗唔知邊個佛德國邊個球員隻手入嘅，即係撞咗個身體入。其實又唔算係烏龍嘅，因為呢一種情況，我可以講一下就係我呢個假球迷嚟啦。我可以講一下就係一般嚟講，佢哋會爭頂頭球，然後你話防守嗰個佛德國嘅人咧，佢其實想用頭球去解圍嘅，即係掹走個球咁樣樣咯。但係冇辦法去，始終呢啲嘢波就係圓，你唔知佢飛到邊個折射嘅角度，然後真係就咁樣樣入咗。我覺得佢呢一場嘅話，去到逼平之後咧，阿根廷睇落去係真係急嘅，即係你見到梅西咧，每次都衝唔破，即係因為今年咧，我只能講話有粵語講解會好開心，因為呢一場係丁偉傑去講解，一個好出名嘅廣東嘅一個講賽事嘅一個主播吧，我應該先講佢叫主播吧。然後咧，佢就話39打唔贏40，你知唔知佢講緊乜嘢？39歲嘅梅西打唔贏40歲嘅佛德國嗰個守門員，係咪？係，佢經常講呢個打唔過，真係你全場睇到梅西真係，我點踢？點解個球都入唔到個門裏邊？咁你知唔知12打唔過5係乜嘢啊？12打唔過5啊？唔知啊。呢句咧就唔係講呢一場嘅，講之前西班牙嗰場，因為咧。佛德國嘅呢個守門員咧，佢個身價得5萬歐元，跟住但係咧，西班牙嗰邊好似係全隊佢哋嘅嗰個身價好似12億歐元吧，咁所以就係你一個5萬歐嘅逼平咗12億。哇！呢個我就真係有啲浮誇咯喎，竟然用億去講。係啊，我真係好犀利，我覺得可以完全用呢個一夫當關去
去形容呢件事。係咯，所以我覺得佛得角呢一個真係最強黑馬，真係沒有之一啦。然後我覺得喺今一場雖然佢去到加時，真係後邊比阿根廷多入咗一球，然後導致佢哋出局啦。但係我覺得已經贏咗啦，因為世界已經睇到佛得角。然之後，世界知道有咁樣嘅門將，而且40歲嘅門將喺佢哋一個職業生涯裏邊咧係唔算老噶。佢哋好似係最高可以打到，好似西班牙一個好出名嘅門將，佢都打到50歲，好似係接近50，唔知45都可以。所以你可以期待，若果下一屆4年之後嘅世界盃，你會見到佛得角亦都會入嚟小組賽嘅話咧，呢個門將一定會係喺度。44咯喎，仲喺度。係啊，喺度啊！但係你會見到今屆就好多大咖就已經唔喺度啦，所以呢一屆嘅世界盃係好精彩。咩大咖唔喺度咧？C 羅嘅40歲啦吧，好似係咪？然後梅西39歲，然後仲有克羅地亞嘅隊長摩迪啦，我哋叫摩迪，然後佢都係41啦。咁然後佢哋應該仲有其他吧，我數唔晒咁多。但係最大咖嘅呢幾個咧，基本上就係打完呢一場就冇啦。所以我會覺得世界盃呢一樣嘢唔似我哋平時見到嗰啲咩歐冠啊、英超啊、德甲啊、意甲啊呢一啲咁樣樣，每年都會有嘅嗰啲球賽一樣。因為世界盃係4年一次，然後我記得我當初入坑嘅時候都係因為世界盃，因為世界盃係唔知點解咧特別多人關注，而且每個國家都好注重啊，即係會注重直播啊、轉播呢啲咁樣去俾大眾去睇，咁然後更多人會關注咯，所以我會覺得4年一次，大家可以睇一次嘅話，係真係幾有意思。唔止民眾關注，啲運動品牌都好關注。雖然搞嚟搞去都係嗰3個品牌喺度搶嗰啲球嘅代言啊，啲球星嗰啲鞋啊、嗰啲衫啊、嗰啲代言啊。即係 Nike、Puma 同埋 Adidas， 今年係邊個啊？考下你嚇搶啊！一定係有嗰個咩啊？姆巴佩吧，一定會有姆巴佩係咪？你係講係球星咋？唔係今年嘅主要嘅唔係球星，係運動品牌，係 Adidas。今年係 Adidas。啊，真㗎？係啊係啊。但係每年反正都係呢3個喺度輪流 show 啦，反正就係佢哋淨係齋賣佢哋世界盃同款嘅嗰隻波啊，都可以賣好 Q 多錢。Anyway， 呢個係一個題外話嚇。咁當然啦，除咗今年我會覺得世界盃係一個每次4年一次嘅盛事之外，我覺得作為廣東嘅話咧，最幸福一樣嘢就係喺小紅書上面，我竟然可以睇直播之餘，仲有粵語講解嘅。真係好幸福，即係我覺得好多謝幾個大師級嘅人馬，好多謝 TVB， 關 TVB 咩事？我真係覺得廣東嘅足球嘅體育嘅話，真係聚光燈喺我哋廣州，講得好正，係。因為包括有丁偉傑啦、何輝啦同埋梁子玲，即係我覺得好多謝呢幾位，即係當然仲有好多好厲害嘅大師級嘅人馬，可能係冇嚟到小紅書呢個平台，但係難得佢哋今次我唔知係咩嘢故事啦，背後佢哋係一齊講咯，定係話分開講？No，佢哋喺小組賽嘅時候咧，即係未去到淘汰賽嘅時候，就係單個人講，然後我覺得佢哋應該係有時間分配，即係例如話可能。傑哥就係夜晚黑專講夜晚黑嘅，同埋何輝講夜晚黑，然後早上就係幾好喎！小紅書跟得好誒。我覺得小紅書做得最啱嘅一件事情就係今年嘅世界盃真係超級加分。喂，佢點樣攞到獨播？唔係唔算獨播，轉播佢係攞轉播權，犀利。因為 B 站都冇，你啲 B 站嗰啲幾 Q 慘，B 站嗰度啲直播咧係即係有幅圖喺度，跟住嗰個 up 主可能標俾你睇呢個球員喺度。個球員喺嗰度，已經慘到咁樣，好慘啊！跟住下邊啲人問點解冇？因為 B 站冇轉播權啊嘛。係咯，我覺得小紅書今次真係做得最啱嘅一件事情，而且真係好普惠到每一個人。可能使咗好多錢，有可能吧，但係我覺得使得值，因為我覺得。但係佢可以引一大堆流，犀利。即係睇波啲人都冇辦法，咁你就要去小紅書睇啦，係咪先？除咗睇 CCTV5。係啊，而且我會覺得咧，因為依家電視台我屋企都冇乜教電視台，我覺得我一點入小紅書，然後都唔使搜世界盃，一開始我仲係搜，然後後嚟有個 tab 喺嗰度，啲我哋轉講解就可以聽到粵語，而且佢哋真係好專業。雖然我唔知道即係作為我一個女嘅假粉絲嚟講
即係點為之專業咧？喺我眼中啊，佢哋會有啲詼諧，有啲幽默。喂，佢點樣記得晒所有球員嘅名？一傳俾邊個嘅啫啊，就會噏到個名出嚟啊，然之後噏啲技術動作啊。呢樣嘢就真係要佢哋真係好熱愛足球，好熱愛呢一份工作，先會記得到所有嘢。而且我覺得佢哋最專業一樣嘢就係佢哋已經知道嗰個球到底仲比裁判，即係比 VAR，即係嗰啲回放嘅一啲技術，仲要早去切入去講話啊，到底呢一個到底係咪真係犯規？佢哋真係眼就係就是尺，我對眼睛就是尺，冇錯。然之後咧，最勁嘅一樣嘢就係佢哋一掃過去觀眾席上面一啲名宿或者有明星啊係邊個，佢哋都講得出名，90%全部都講得出到底嗰個人係乜嘢。即係好似今日早上傑哥佢會講得出話嗰個人嗰個男嘅係賽馬會嘅主席。我諗咧，賽馬會主席點解你都會識啊？即係你識佢，佢唔識你嗰種咧，嗰種情況，你會覺得哇，佢識嘅嘢真係好多嘅。即係呢啲嘢你唔係話真係入行1-2年，你真係背得晒，你真係要枕住咁多年不斷去累積去做功課，你先有更新呢一樣嘢。除咗呢一個之外咧，就係可以有幽默啦。我覺得幽默呢一樣嘢唔使講，即係例如話佢會喺一啲比賽嘅過程中無聊嘅位，佢會講即係好似阿子玲咁樣，佢會講話點解嗰個球員要咬完衫領要咬衫尾呢樣嘢，即係你咪覺得好搞笑？唔係，我真係佢撞到我比較，可能你比較能 get 佢嗰啲講嗰啲笑點。係啊，佢真係 get 到佢嗰啲笑點吧。但係你有時候你會覺得呢個問題又好奇怪，點解一個球員真係會咬完衫領會再咬衫？你唔好研究呢個問題。然後我同你講一個答案就係，因為呢一場有何輝喺度，然後何輝話可能衫尾比較乾淨吧，然後衫領唔好咬啦，都係唔好咬。然後衫尾係俾人掹嘅，因為有時候比賽嘅時候經常俾人掹衫尾啊，犯規啊，即係會講一啲好爛嘅 get， 但係你又覺得又真係幾過癮。即係有時候講到比賽去到70分鐘嘅時候，因為佢就快接近90分鐘結束嘅時候，佢就會講話呢個時候嘅入球真係攞你命3000。即係佢模仿一個電影裏邊嘅一個名句，但係就係變成係攞你命3000，即係好多啲爛 get 咧，有人 get 到，有人 get 唔到啦。咁但係我覺得輪住可以聽住粵語嘅講解，真係廣東人民嘅幸福，冇錯。咁除咗呢一樣嘢，我會覺得好值得，即係其實我哋語速唔快，所以我會覺得如果你哋都係想聽下粵語學粵語嘅話，真係可以通過世界盃，然後入去測驗一下。到底你係依家粵語係幾多級？係咪真係聽得明佢哋講乜嘢？今年啲比賽場數比往年多咗好多咯。以前得最多64場，今年有104場嘅比賽啊嘛。但係我想睇下決賽可唔可以唔好成日都係法國 VS 某某某國家，即係年年都係佢。冇辦法，強隊始終係強隊，所以我覺得每一年大家都好鍾意捉黑馬出嚟，即係我唔知係咪有少少偏打假波定係點啦嚇，總係會有啲黑馬亮眼嘅嘢出嚟咯，即係新鮮嘢吧。咁你毒奶一下，今年你覺得邊個會贏？我好似有啲會反常，即係逆向嗰種風向，即係例如話我會覺得睇好阿根廷。嗱，雖然我唔係佢哋嘅粉絲嚇，但係其實我都想講阿根廷。但係一般嚟講，我係反向操作，即係嗰種反向預測嚟嘅。即係佢唔係熱門咩？佢都算熱門吧？但係我好想講，我今年認認真真開始睇世界盃嘅時候，係真係端午打後之後，之前都係忙工作咯。所以你哋話大熱嘅法國隊，我係未睇過一場。然後我嗰個同事即係推薦我話，咁你今晚唔係應該係聽朝吧？佢就話叫我你留意一下法國隊，你睇一場你就知道發生咩事。哇！佢咁講，我突然間覺得好威喎！今年法國隊係咪真係咁威咧？我要睇下。發生咗咩事咧？咁所以唔清楚啊！如果有人知道法國隊係點樣威風嘅話，可以話俾我聽。我未知道，我要睇過先知咩事。就好似大家你哋講嘅佛得角，我今早睇嘅時候，我會覺得喂冇攻勢嘅喎，佢哋點入球啊？你唔好理。佢哋後邊真係符符碌碌咁入咗2球，防守反擊咯。佢哋個反擊真係好弱，你講。唔係，佢哋係長傳，跟住去攻擊，跟住佢哋同即係佢哋個傳波數係少阿根廷一半嘅，
我睇後邊啲數據。係，反正佢哋就係冇咩配合。佢哋中間有一段咧，好有配合，但係佢哋係主防守咯，跟住而且佢哋係主中場，跟住兩邊佢哋中間有一段時間係放咗一放嘅，即係就係用嚟防阿根廷嗰種好靈活嘅啲腳法。係，而且睇慣足球嘅我嘅話咧，我個人覺得嚇，若果一支球隊佢沒有進攻，只願意喺90分鐘裏邊都全程做防守嘅話咧，佢哋一般輸硬嘅係防唔到咁耐嘅。意大利一定要有攻。你唔好意思嗱，意大利咧始終都係出名嗰一段時間，係因為佢嗰啲鐵一般嘅防守，但係真係唔得咯，只能講一定要有進攻。我都唔中意防守型嘅，我其實老實講，我都中意睇衝來衝去對衝。係咪咧？即係起碼一場球你冇理由咁悶，要傳嚟傳去，然後唔進攻噶，就好似英格蘭咁，我真係好想吐槽一下，今屆英格蘭真係冇冠軍上，唔係我講笑，真係我一個門外漢覺得佢冇冠軍上呢件事情係都已經好嚴重啦。點解咧？係你覺得佢鬥志唔夠嗎？佢係太慢啦！佢哋喺外邊，即係嗰啲防守人員壓到去中場嘅時候，A 傳俾 B，B 傳起 C，C 傳俾 D。喂，你打橫傳嘅，佢唔係向前壓嘅，你明我意思嗎？即係唔會向前穿插嗱臨埋位嘅嗰種，係喺外邊慢慢睇定啲，然後再兜一個遠球俾前面嘅某一個人。一般嚟講呢一種咧死得好快。除非係靠運氣或者靠一啲神射手咁樣。但係你睇翻今朝嗰場，即係你講緊呢樣嘢，諗翻今朝嗰場嗰啲，佢哋啲長傳真係好精準，跟住佢哋停球又停得好 Q 快，然之後反應過嚟。呢樣嘢有前提，你係講佢哋長傳準係佛德國定係講阿根廷啊？都有，阿根廷更加準啲。老實嚟講，冇錯。阿根廷喺我眼中今日早上係第一場睇阿根廷嘅比賽，我之前都係睇比分㗎咋，然後睇佢哋嘅話，我發現佢哋每一個人嘅腳下功夫都好掂，即係佢，你知唔知一個球咧好遠處飛過嚟嘅時候咧，從空中跌落嘅時候，你要停喺腳下，唔俾個球回地再彈兩嘢彈好遠嘅時候咧，呢種真係好考腳法㗎，所以我覺得佢哋每個人嘅腳下功夫都好掂。所以先會導致佢哋穿插傳嘅好犀利咯，然後好似葡萄牙咁樣同埋克羅地亞嘅，哇呢場真係惺惺相惜，因為 C 羅同埋摩迪各自喺隊伍裏邊做隊長嘅，然後都係準備退役㗎啦嘛呢一場，邊個走都係好傷心，因為淘汰賽嚟㗎啦。我只能講葡萄牙，我以前係一直都對 C 羅嘅一般般啊，我唔係好痴迷 C 羅嘅嗰種人嚟，但係咧 C 羅嘅話係喺葡萄牙裏邊個隊咧就會顯得有啲孱弱，即係我講嘅孱弱唔係話佢自己太差，係佢啲隊友太差，因為咧其他人嘅腳法唔掂嘅，佢哋靠嘅就係一個大長傳俾 C 羅，然後 C 羅接到球之後入到就入唔到就下一個，然後俾人哋反攻嗰種，所以葡萄牙喺好多年裏邊其實一般都冇乜長進。直到近兩屆吧，我覺得係近兩屆一啲歐洲杯啊同埋世界盃嘅賽事之後，先發現原來仲有其他射手係可以出現啊，可以同 C 羅去搭配，呢個係幾幸運。我覺得葡萄牙確實係出到一啲唔錯嘅人，所以咧喺呢一場裏邊嘅話咧，葡萄牙即係去到60幾分鐘嘅時候 ，C 羅可能數據一般般啦，依家可能啲比較智能嘅一啲工具吧，可以 cam 住每一個球員到底去現場嘅體能啊，去到邊啊，數據得唔得啊？然後唔得嘅就落場換佢落嚟咁樣樣。C 羅喺60幾分鐘嘅時候俾人換落嚟嘅時候，佢係唔開心嘅。然後講波嘅人都話啊，呢個時候換落嚟唔開心，因為即使嗰陣時係一比一打平，然後未贏嘅葡萄牙，咁然後換咗落嚟之後咧，冇諗到後邊真係有其他葡萄牙嘅射手可以入多咗一球，然後就鎖定勝局啦，就2-1，然後就將克羅地亞封咗。哇！嗰場都好神奇，我同你講，嗰一場咧喺加時嘅時候2-2，但係曾經2-2，後嚟變咗2-1。你知唔知發生咗咩事？烏龍唔係計錯，其實係越位，佢吹咗一下越位，但係吹得有啲遲，因為佢後嚟回放咗之後，先發現咗好似係越位，跟住就將嗰1分扣翻嚟，然後嗰個時間已經喺補時階段，克羅地亞嗰一球好重要，然後因為嗰一下俾到全場觀眾，包括你電視機前面嘅觀眾一啲希望，你知唔知道？哇，可以再有加時啦，然後再點再拼啦，突然間冇咗，然後就 end game 啦，然後就哇，
真係從天堂又跌翻落地獄嗰種感覺，就係有啲哇，真係好深刻啊！呢一場真係好勁。所以你話波呢一樣嘢，我覺得如果你真係識睇嘅話，係真係幾有意思。佢唔係話最終比分幾比幾呢一樣嘢嘅結果，係過程當中你哋嘅配合係點樣樣啊，然後有戰術嘅一啲向前攻，我覺得呢樣嘢係好有意思嘅。仲有假摔。你講起假摔呢件事情咧，梅西依家做浮誇，我覺得梅西依家仲係假摔得比 C 羅厲害。真係今日嗰早上嗰場人哋都冇乜點 kick 佢就啜一聲，先累低再講。而且今年國際足聯嘅話，聽講波嘅人同埋我觀察嘅話，我都覺得佢哋唔係好願意去比牌，即係例如話明明先 kick 佢落去，即係唔係掂到個球先，係掂到個腳先，都冇乜點比牌咯。所以我覺得，可能會唔會今年啲比賽場數比較多咧？可能要有啲追求流暢性吧，因為有時候你經常比牌咧，啲觀眾睇到佢唔係好爽啊，係咪？冇辦法咯。然後我覺得最好睇嘅都係剛果金，其實都係一個黑馬之一吧。剛果金嘅話，你之前聽過呢個國家嗎？冇。剛果我聽過，剛果金冇聽過。剛果其實後邊括咗個金字，我覺得佢應該係有啲咩政變之後加到個金字喺後邊吧，唔清楚。但係我之前聽過呢個國家係一個時事新聞上面，剛果金，我聽過生果金。喺一個新聞時事上面聽過呢一個國家名，然之後咧佢哋係點樣入咗我法眼咧？係因為佢哋嗰邊國內嘅戰爭以少數贏到多數，唔知同邊個國家去打，然後用阿毛主席嗰套去打，哇！然後我就覺得佢哋簡直就係鐵血民族嘅一種感覺咯。跟住所以我今次見到佢哋聽講都打得好勁，跟住去睇，哇！人哋打得真係超好，好唔好？但我覺得佢打假波咯。上半場嘅時候佢哋真係踢得好好，佢哋每一個傳球都好準，然後進攻都好流暢，即係你講嘅嗰種啊，向前衝，然後不斷去穿插 A、B、C， 然後咁樣穿嚟穿去。但係去到下半場一啲攻勢都冇，突然間收翻晒，哇！我覺得真係有啲假假地。但係呢一樣嘢唔影響下英格蘭嘅粉絲，仍然都係可以繼續去關注，佢哋仍然都係有基本嘅功底咯，會踢得到前四吧。你都係唔睇好英格蘭麼？你睇好阿根廷2麼？可能我相對睇阿根廷相對多少少吧，可能其他我唔係話唔睇好，只不過冇咁熟悉啫。我好想講今年嘅時間咧，你話歐洲人喺度捱夜咧，我哋喺度捱早。真係好早啊！我今日早上嗰個比賽係6點鐘正式開始，然後你話我聽日可能會睇法國隊嗰個咧係要5點鐘。天啊！哇，你好搏啊！你最近唔係，我唔打算起身。法國隊嗰個，我諗住可能睇下半場係下半場咯，係咯。係咯，而且正因為呢個時間，一般嚟講早上9點都會有一場波。你知唔知廣東人發覺咗啲乜嘢？睇茶飲波。冇錯，早茶又開始變成咗又俾我講中喎。冇錯，大家就喺早茶度追求有啲大屏幕啦，然後可以一度坐住喺度飲茶，喺度去睇現場直播。OK 喎，幾有 feel 喎。咁你有冇去啊？唔好意思，未有時間。你可以聽日試下嘅，啱好聽日星期日。你咪平時星期日早上飲茶。但係你要睇睇係邊一場啊？冇所謂啦，飲個氣氛啫。好，一定有機會。而家都16強啦，肯定好精彩。唔係，你知唔知咧？越去到後邊嘅比賽咧，即係越嚟越少球隊去對賽啊，咩1/8嘅啲決賽嘅話咧，嗰啲時間點咧會越係偏向喺凌晨嘅時間。我到時再睇睇吧。如果有合適有9點零10點嘅嗰種，我就真係可以去茶樓嗰邊望下。哇，確實就有刺激咗一輪早茶嘅一啲經濟，我覺得又真係幾神奇。早茶唔使刺激，其實都好咩嘅，只不過可能啲男士睇得比較興奮，啲女士可能唔知喺度睇緊乜咁樣啦。但係我覺得呢樣嘢就係酒吧生意就差咗。有可能，因為一般即係喺酒吧度夜晚睇波比較多。係啊，然後依家變咗就凌晨。講起上嚟，你係幾時開始睇波㗎？哇！呢一個真係點解會覺得話世界盃係值得去睇？係因為誤打誤撞有一年吧，我就喺2010年嘅時候
睇咗第一場世界盃嗰陣時，我又係暑假呢個時間，啱啱好高考期間，人哋嘅高考下，我覺得佢哋唔知點解嗰段時間突然之間就跟我老豆一齊去睇。嗰陣時可能電視機仲有比較容易睇到直播，咁就喺電視機面前跟佢一齊睇。我覺得每個女仔可以入坑睇足球嘅話，身邊一定會有一個十分有耐性嘅男士陪伴，無論呢一個係你老豆定係男朋友或者係前任，我覺得一定係有一個人可以願意喺身邊去陪你睇，然後講解，然後一步步去踏上呢條路，而且仲要有一隊好犀利嘅球隊，裏邊一定會有一啲靚仔喺度。有咁多前提條件，唔係，我真係覺得各種機緣巧合之下，我都唔知點解會踏上咗睇足球嘅道路。然後2010年嗰陣時，真係剛好德國隊裏邊有一批新人，嗰批新人裏邊絕對太優秀啦，真係太優秀。你知唔知道喺世界盃裏邊咧，好多一啲聯賽嘅一啲經紀人啊，或者係嗰啲幕後人士會觀察世界盃裏邊有咩新手出嚟，然後世界盃結束之後咧，佢哋就會從中揀人，就入一啲比較強嘅一啲聯賽嘅隊伍裏邊。然後剛好嗰陣時2010年嘅德國隊裏邊有一啲人就會去到皇馬啦，有啲人去咗其他犀利嘅球隊啦。然後我就跟住嗰啲球隊，然後一路追咗幾年嘅聯賽去睇啲。我哋竟然追過聯賽。係啊，追過一輪時間吧，因為嗰陣時有個比較中意嘅球星，又唔算球星啦，球員吧，然後入咗皇馬，然後同C羅打配合。哇！嗰陣時我追咗皇馬幾年，我真係覺得夢一場，真係好精彩。然後去到2014年嘅時候，4年過去啦嘛，然後就係嗰個巴西嘅世界盃，然後就德國就奪冠，我真係企德國隊嘅嗰陣時就。但係你知唔知今年德國隊？俾巴拉圭直接飛出去，天啊！冇眼睇啦。不過已經冇眼睇啦，因為好多當年優秀嘅人已經唔喺度啦，所以我會覺得 anyway 啦，冇所謂。但係嗰個守門員仲喺度啊啦，所以你唔好講話門將真係冇乜年齡限制。我話你聽，好神奇一件事係，其實我好中意睇門將守門集錦，特別嗰啲門神。點解啊？你唔覺得佢哋好殘酷咩？將咁多精彩嘅球攔喺門外邊。我就係覺得佢哋有啲一夫當關，唔知點解就係有一段時間好中意睇一個，好似係一個意大利嘅門神，好出名嘅布馮。哦，好出名，好出名，好出名，係，真係，有時候我覺得咧，一代接一代，世界足球就係咁奇怪，即係唔係話世界盃下。足球一樣嘢就係一代人接一代人，每一代人都會有佢自己嘅新星，同埋支撐你成長過程中行過嚟一啲道路咯。我今次喺世界盃裏邊聽講解裏邊有人講過魯尼呢一個人，哇！我幾耐冇聽過呢個人嘅名，竟然突然間喺講波佬裏邊爆出一個魯尼嘅身材，依家即係你知唔知好多套譯咗啲球員啲身材咧走晒樣，當年就好 fit 啊，退役之後就但係咧，即係你講起一代接一代人呢樣嘢咧，有時候真係，我會諗咧，點解意大利會搞成咁咧？因為沒落啊嘛，你想講？即係，但係咧，我係覺得意大利人咧底子入邊係真係全民都好中意足球，因為成日都見，因為佢嘅足球場數係比其他籃球場數係多好多，而且你成日見到啲靚仔喺入邊踢㗎，係有規模咁樣踢啊，所以你會覺得佢呢個國家理論上足球氛圍係幾好，但係佢點解會搞成咁咧？咁樣跟住有啲人話可能係冇錢啊咁樣樣，咁佢冇錢嘅話咧，政府冇錢咯。一個係佢管理得冇英超咁好啊，咁你冇錢你就買唔到啲好嘅球員啊，又收唔到啲好嘅球場。但係有時候咧，佢又會願意嘥，即係又唔係嘥錢嘅，即係佢俾好多錢去買一個比如話喺一啲名隊嘅二線球員啊，跟住但係佢都唔去收嗰個球場啊，跟住
一路咁樣落去之後，佢整體嘅呢個意甲嘅觀賞性就可能下降啦。咁佢觀賞性下降就更加賺唔到錢，一個死循環啦。冇錢嘅時候咧，佢又冇錢搞青訓啦，係咪先？咁所以佢啲本土如果真係有才能嘅人咧，即係我據說佢哋又好似係佢哋啲制式化太嚴重，所以又壓抑咗一啲比較天才嘅球員嘅發揮啊，跟住好多真係有才能嘅嗰啲咧，其實同本土意大利年輕人往其他國家跑嘅一個道理，又往其他嘅嗰啲聯賽跑啊咁樣樣，即係如果你喺本地可能就有少少浪費你自己嘅才能咯咁樣樣，所以佢整體個品牌價值就會逐年就下降咯，所以就越搞越係咁搞法，就越係青黃不接。即係呢個就係一啲講法啦。咁但係咧，呢個時候咧，問題又嚟啦。你既然係如果係話錢嘅問題，咁點解人哋非洲可以出咁多咁優秀嘅球員，同埋有咁優秀嘅表現咧？非洲都冇錢嘅咁樣樣，你覺得點解咧？我覺得吧，非洲就應該係。因為有時候窮嘅國家咧，反而冇咁多資本嘅一啲金錢上嘅誘惑，佢哋真係純粹嘅為咗熱愛足球，然後去踢。而且你會發現好多一啲窮嘅國家咧，佢哋真係以巴西為一個目標，即係可能大家都好想去向往巴西去踢足球，因為當年巴西可能真係歷史輝煌啊，佢哋喺足球上嘅一啲戰績，所以你以前應該都有聽過啲大小羅啊呢啲嘢，即係唔單止 C 羅，其實喺往前一代人前兩代吧，甚至可能懷疑一代吧，已經有大羅同 C 羅，即係可能叫大哨吧 ，anyway 吧，好多花名，所以你會發現咧，其實南非啊，即係一啲非洲啊，印度有冇印度？唔係好記，唔清楚有冇印度嚇。反正好多一啲比較落後少少嘅國家啦。咁雖然你話佢哋經濟環境一般，但你冇理佢哋好純粹嘅一啲為咗熱愛，然後願意去付出自己嘅時間，然後亦都冇中國咁捲咯，捲工作呢件事情咯。所以佢哋業餘嘅，即係包括你話依家法德國好犀利嘅門將，又甚至好多其他國家嘅一啲人咧，你唔好以為佢哋係主職係踢足球，唔係嘅，佢哋平時有自己正職嘅工作嘅，佢只不過係突然間有足球要踢啦，世界盃要踢啦，好我哋過嚟吧咁樣樣，然後就作為一個兼職過嚟去踢足球。佢好似之前業餘係做沙灘排球教練，嗰個佛德國嗰個門將，係啊。你講起沙灘排球呢件事情咧，我之前唔係同你講話，我入坑咗睇足球之後咧，公司有一次團建咧去海灘玩，然後佢哋一堆人玩沙灘足球嘅時候，我發現我自己踢得係挺可以嘅。即係嗰陣時，可能真的假的？係啊，然後嗰啲同事話你可以喎，你仲識點穿插啊？點樣樣去走位？我話梗係啦，我睇咗咁多場。你練過咩？我冇練過，但係但係你一般嚟講，你個身體跟唔上你個腦噶喎，有時候。唔係，其實點講咧？身體呢一樣嘢，大家都咁上下啦。同事都唔係踢開足球㗎，嗰堆人只不過係團建去玩，唔係職業足球嗰種，又唔係業餘足球。但係我去玩嘅時候，大家會走位啊，或者踢啊，我覺得好難得有一堆人可以一齊去踢足球，呢件事情係好難。我唔知點解突然間講翻啱先講緊嘅嗰啲事情，即係講緊非洲，我諗緊意大利，我覺得意大利而家個情況係咪同中國有啲似咧？唉，絕對唔似，你唔好咁樣樣啦，中國咁差。我知啊，但我唔係講佢，即係我意思抽象嚟講有啲似，因為你話非洲啲人更加純粹啊，跟住有可能佢即係一朝成名，佢可能就翻天噶啦嘛，即係好似佢嗰個守門今次個門將個門神咁樣，佢好似一開始佢個 ins 即係社交媒體好似得4-5萬粉絲，跟住佢打完西班牙嗰場之後，佢爆咗5萬粉啦，跟住一朝就成名啦，咁所以其實仲有可能係佢哋一個脫貧致富嘅一個咁樣嘅一個起死回生嘅一個途徑吧，即係出位一個途徑吧，即係等於係對於佢哋非洲地區嘅人嚟講，亦都有一個咁樣嘅原因。咁另一個就係即係我想講就係由於意大利佢已經有咁成熟嘅嗰種足球俱樂部啊嗰啲體系，咁佢入邊就可能會出現好多體系鬥爭啊、貪污啊各種嘅嘢，反而會影響咗你球隊球員嘅發揮，即係你所講嘅冇咁純粹，而且背後嘅商業瓜葛會更加多啊。跟住即係所以而中國都係啦，佢啲球員啊，即係
國家隊之類，我唔知佢邊個隊啦，反正就係都好有錢噶啦嘛，所以你踢成點，你反正都係賺咁多錢，你點解仲要咁努力去踢呢？即係其實亦都有一啲咁樣嘅原因喺度，即係有少少養尊處優啊，冇鬥心啊，即係我喺呢兩個地方身上會覺得有少少咁樣嘅一啲啲共性咯。當然意大利係好過中國嘅足球好多啦嚇，唔可以講話佢好似中國足球咁，咁係佢對於佢個好大嘅詆毀嚇。我意思宏觀嚟講，某種情況度呢種有啲咁對，可能有少少呢種養尊處優啊，呢啲咁嘅冇拼勁啊，跟住俱樂部管理不善啊，呢啲咁嘅情況嘅一啲出現咯。咁講完呢兩個地方，其實我仲想講一講日本嘅呢個足球嘅呢個從整個國家嘅文化，到佢點解，即係雖然嚟講佢成日止步於16強啊，但係日本人其實佢哋嘅足球嘅因子都算幾好嘅，即係我估你以前睇過下啲日本嘅一啲體育類嘅嗰啲動畫動漫，你都可能對於佢哋，你都知佢哋肯定有啲經常有啲咩全國大賽咁樣嘅嘢啦，係咪先？冇錯。而且啲人打到好熱血噶嘛，佢其實一堆高中生嚟嘅啫嘛，係咪？佢點解會搞到咁熱血嘅咧？跟住日本咧就唔知點解佢每個體育運動咧，即係排球、足球、棒球，甚至可能啲羽毛球、網球、長跑，佢哋嘅全國大賽其實都係一啲篩選未來一部分頂尖嘅國家運動員嘅一個賽場。咁跟住呢度咧就係我輕輕睇咗一啲資料咧，就係咧日本嘅呢啲球隊佢哋財政上係完全自負盈虧嘅，所以嘅話佢哋就財政上相對更加地獨立啦。跟住然之後咧，佢哋同佢哋所在嘅呢個場地仲有好深嘅呢個關聯。就係一個就係除非你個球場毀壞咗，如果唔係你係唔可以隨便搬你個球場嘅地址。所以球隊同當地咧嘅發展同埋政府咧係有好深嘅聯繫，甚至啲球員仲會成日去政府當地啲街道嗰度同啲市民互動啊，依樣嗰樣。咁另外仲有一點就係好多地方都會講嘅青訓嘅呢個佢哋嘅制度，一個就係佢哋大學同大學之間，即係佢有啲高中隊嗰啲教練可能會深耕20-30年，佢去為咗將一個高中嘅呢個球隊去帶去全國大賽，跟住好多我哋喺佢哋嘅動漫當中，即係特別係足球小將啊呢啲啊，佢入邊嘅一啲睇到嘅熱血故事喺現實中亦都係經常會發生，佢係真實發生。所以嘅話，一方面就係佢呢個全國大賽嘅篩選啦，另一方面就係如果一啲有更加少嘅時候被發覺有足球天賦嘅話，可能就會提前會進入佢哋嘅青訓團咯。跟住我本人其實我都唔知足球規則，但係我會睇過一啲足球相關嘅動畫啊，比如有一部叫《藍色監獄》，我都睇到好上頭啊！即係你明明我都唔知佢啲規則，我唔知佢點解會咁，但係我就係覺得哇睇得好爽啊咁樣嘅。嗰個都係日本嘅作品麼？日本嘅，當然啦，但係佢呢個藍色監獄係近期啲嘅，近年啲嘅，佢冇足球小將嘅影響咁大。足球小將甚至係咧，即係佢個作者其實佢唔止影響咗日本嘅嗰一批球員，長大之後想成為一個足球員，佢甚至影響咗好多其他國家嘅名將，都係呢個作者嘅粉絲。即係其他國家知名嘅，所以我會好想講一樣嘢，就係咧文化嘅傳遞好重要。即係大家可能會覺得體育呢一樣嘢，可能就男人圍住一個球去踢啊，或者有其他球類嘅一啲比賽，其實算啲乜嘢咧？係咪？但你冇理佢哋嘅一種係一種精神，即係例如話一啲堅韌，即係例如話面對一啲逆轉啦，即係逆風波嘅一啲球，即係你可能已經落後咗啦，然後係咪真係可以起死回生去追翻翻嚟？我覺得每個熱愛體育嘅人吧，都一定會有呢種追逐競技嘅一個精神喺度，呢種叫咩精神？去突破極限嗰種。紅牛精神。然之後咧，呢一種嘅文化咧，其實你話日本咯，佢突然間出咗呢個足球小將，確實係風靡咗全球。但你知道嘅係，日本一直都好向往歐洲，即係作為一個亞洲嘅國家，佢其實個視野一直都瞄準歐洲，佢會覺得歐洲先係高尚嘅。然之後因為呢一種影響，其實日本嘅一啲作品亦都係被歐洲呢一種嘅精神，然後再以一種作品嘅形式再
展現出嚟，跟住就再用日本，你知日本本身動漫產業就好犀利，係咪？咁就足以再撬動全球嘅一啲熱血足球嘅人嘅一啲向往吧，我只能咁樣講。化呢一樣嘢係真係可以影響到經濟呢一樣嘢，即係反影響到，即係反作用到佢經濟呢一件事情，即係同我哋當初學政治一樣嘛，即係咩文化經濟同政治係緊密相連嘅呢一樣嘢。我發現係真係真嘅喎，當初唔知係咩原因啊，但係後嚟漸漸發現，原來都係呢個道理。跟住後嚟你講嘅佛德國呢一樣嘢，一個門將做好咗啦，然後佛德國嗰陣時我望咗眼，其實佢哋就係靠旅遊經濟嘅，所以我覺得今次世界盃之後咧，會更加多人想去睇睇佛德國到底一個點樣嘅島國，然後會迎來一批新嘅旅遊人士，可以去刺激到佢哋嘅經濟嘅發展啊咁樣。我覺得真係相互相成咯呢啲嘢。而且日本球隊佢最尾仲有一個點就係佢啲球隊嘅名唔可以用佢哋嗰啲，唔可以用企業名嚟命名，即係所以唔會出現啲恒大呢啲。死咗啦已經咁大，所以哎呀，我真係覺得有時候即係點講咧，自負盈虧呢樣嘢係真係有啲北喺度嘅，即係如果一旦佢哋資金鏈啦或者嗰個企業即係運營得唔好嘅時候，呢支球隊就可能即係企業會消失，但係你呢個地區唔會消失咯，所以佢點解要加深佢同球隊同足球同球場同當地市民，即係令到佢每個區都好熱衷去支持佢哋自己嗰個城市嘅嗰個球隊啊咁樣樣，而唔係話企業。所以佢哋呢一樣嘢係諗得好好，即係佢哋設計呢啲限制係有佢嘅道理喺度咯。即係而且佢哋嘅呢啲無論係青訓定係話佢哋你諗下嗱，佢加深咗呢個球隊同當地嘅嗰個聯繫。呢個球隊就代表你當地嘅呢個榮譽，跟住咁你啲小朋友自細就去當地嘅球場度睇啲哥哥踢波，咁你就對足球就會形成一個嚮往。你長大入去初中大學，你就可能有想加入去做足球員，即係想起碼上個初高中去踢波，甚至去踢全國大賽。或者你去睇小時候去睇過一場全國大賽，你覺得好熱血，咁你就會愛上足球呢個運動。你愛上呢個運動，你對佢有熱情。你高中又經歷一啲咁難忘嘅，有啲隊友啊，你自己諗下啦，無論係邊個球種都好，咁樣你就對呢樣嘢有執着，你就會你再加上動畫嘅嗰啲催化，即係我都即係每個小朋友都想成為太空翼，都會想成為，比如話籃球啊，我想成為流川楓，我想做三井壽咁樣，即係你明唔明啊？即係你一種現實中呢個社區嘅凝聚力，加上呢個文化上即係漫畫呢樣嘢嗰種驅動力，再加上你喺學校入邊現實嘅嗰種充沛嘅嗰種足球嘅氛圍，就源源不斷地會為呢個國家輸送好多優秀嘅種子選手。我唔係淨係為錢去踢呢樣嘢，我對呢樣嘢有情懷，係從細走嚟嘅。咁所以你即使佢一路都入唔到16強，咁但係佢整個嘅佢係有源源不斷嘅呢種人，而且佢係對國家對地區係有好強烈嘅呢種榮辱感嘅，即係有牽絆感嘅。佢唔會可能隨隨便便我就走去加入其他嘅隊，即係起碼會多一層，即係呢個對本地嘅嗰種情結吧。咁樣講。你講起情懷呢一樣嘢真係好重要嘅，包括你話今年世界盃嘅話，有好多都係退役，其實佢哋之間嘅退役咧，曾經都係隊友嚟㗎。咁所以我覺得一個體育盛事嘅話咧，即係例如好似啲需要打配合嘅一啲球類嘅運動啦，佢哋其實咁多年嘅職業生涯，即係你會發現咧，足球嘅球員咧退休退得特別快，因為佢哋大概好似 C 羅咁樣，佢17歲正式加入咗一啲球隊，然後開始去踢到大概48，今年可能，然後真係就結束啦，即係20年短短，即係人生有幾多個10年，佢哋2個10年就等於結束佢哋嘅職業生涯啦，所以我會覺得呢一樣嘢都要珍惜當下嘅每一個時光吧。我覺得無論係贏球定輸球，喺佢哋眼中，我覺得都係一個寶貴嘅一個得着吧。然之後咧，佢哋亦都會收穫咗一啲革命上嘅友誼，即係例如話好似喺葡萄牙嘅國家隊裏邊，
其實 C 羅仲有個搭檔係佩佩，然後佩佩喺上一屆嘅嗰個歐洲杯就已經係退役咗國家隊啦。咁今年佢冇辦法喺球場上去支持隊友，但係佢喺觀眾席上面一路全程喺度望住曾經嘅隊友喺度一齊去戰鬥呢一種，我覺得哇點睇我都覺得好感動呢一樣嘢。其實足球呢一樣嘢唔單止就係一個球。佢其實傳遞嘅更多係一啲精神啊，同埋一啲團結啊，或者係一啲點講堅韌吧。佢某種程度係即係有以呢種叫咩以和為貴，又唔係嘅，即係佢係踢波，但係起碼唔使打仗。即係一個國家可能佢哋打緊仗，但係佢哋可以，即係其實同奧運會亦都有少少異曲同工之妙。體育精神可能據說好似有啲國家好似差啲，由於同美國關係緊張，佢差啲嚟唔到參賽。俄羅斯啊，對伊朗今年都有參賽。而且講起伊朗一開波，佢哋入場嘅時候，好似話唔知播咗帶住一堆小朋友，話嗰陣時炸死咗佢哋嗰個學校嘅嗰啲唔知小朋友啲相，定唔知點樣進場，我唔記得咗啦。大概係咁樣嘅形式吧。體育無國界呢件事情有啲假，反正大家難得體育盛，肯定有國界。如果唔係俄羅斯點會咁樣嘅形式參加奧運會？今年有俄羅斯麼？今年世界盃唔係，我意思佢哋今年好似冇。我意思奧運佢哋唔係即係等於係運動員聯名嘅嗰種形式參，即係唔可以國家形式參加咯，係咯。唉，好吧，所以有啲人亦都問，美國唔係打得好差咩？點解今年佢會出現喺小組賽裏邊？我其實冇印象美國打得差唔差，反正我唔想美國贏。大家請你記得，今年嘅世界盃係美加密啊，美加密世界盃。有啲人以為係美國加墨西哥，唔係啊，係加拿大，仲加少咗個加拿大，唔係加。但係我硬係覺得佢哋會使橫手，即係通過啲比如話你今場喺呢度打，我嗰場你喺嗰度打，跟住即係專門安排啲佢哋唔適應嘅場地，或者係要佢哋轉移啊，即係。外地球隊啊，跟住要人哋頻撲即係奔波啊！即係你明唔明啊？使依種橫手，係啊，我明嘅，係啊，都有呢個咁嘅新聞。但係呢一樣嘢，我覺得國際足聯應該有少少嘅合理嘅安排吧。除非冇辦法，因為一啲物理距離咁，確實就冇乜解救咯。但係今年吧，總體嚟講，我會覺得熱話係夠啦，因為我哋有佛得角幾個黑馬嘅門將啦，係咪？好多緊圖啊，你哋都可以去搜一下，真係好過癮。佢啲人話佢係佛的腳，佛的手。佛手，係，喂，佢真係好犀利。我見到有一張圖係佢撲救嗰陣時，成個身體係繃直晒，然之後其實已經浮空啦，但係咧佢哋手仲係救得到嗰個球，即係通過身體嘅慣性，即係跳動嘅慣性去撲到佢嗰個喺各位入嘅嗰個球，犀利。我好好奇到底佢嘅師傅係邊個嘅？到時我等下報下功課，睇下邊個教得佢咁犀利嘅，真的很厲害哦。所以我覺得今年世界盃其實好多好有意思嘅嘢，大家都可以去睇下哦。即係剩低冇幾多場啦，我覺得剩低如果在喺合理嘅時差裏邊啊，合理嘅鐘數裏邊，大家真係可以去圍觀一下，然後嘗試去睇。然後最搞笑一樣嘢就係女仔睇球呢一樣嘢，要點樣同男仔去溝通咧？就係真㗎嘛？點解嘅？好犀利啊！呢個圖啊，請你哋用上。當你同男仔嘅時候，你問一啲問題啊，呢個點解會叫越位嘅？然後男仔答咗你之後就哇，真嘅麼？好犀利啊！我覺得只有呢一樣嘢，可能男仔唔會覺得好。你做乜反白眼啊？你又真係。你話啦，你話係咪身邊需要有個比較溫柔嘅男士可以指導一下女？我覺得不用，我有這麼多厲害的足球評論員，你就聽他們說就好了。講呢樣嘢真係有意思嘅，我真係好想讚一下我哋粵語嘅講解，真係十分有意思。你啱先讚過一次啦，未讚夠，我同你講真係要再最尾讚多一下，因為咧佢真係有時候咧，今日我聽傑哥佢講嘅時候，佢掃過一個觀眾席嘅時候，嗰個 cam 咧咪照到嗰個觀眾咧，咪會講話個觀眾唱歌，跟住講波嘅嗰個人佢話：你唔好以為佢自己一嘅頭懟埋嚟就識唱歌，呢一個係
係導演同佢講好咗話嗱，等等我鏡頭懟過嚟，然後你記得唱歌，然後係提前 rehearsal 咗噶。跟住話吓，原來係咁噶，我以為佢哋知道鏡頭懟埋嚟嗱臨唱歌，原來唔係嘅，原來都已經講好晒。所以我會覺得好多好細微嘅點好有意思，但係呢樣嘢你自己睇可能係 get 唔到嘅，但係就需要一個好好嘅廣播佬嚟專業話俾你聽。哦，原來仲有啲咁神奇嘅事情發生。我覺得4年一次世界盃，人生有幾多個10年呢？然後其實每個球員都有好少次數可以參加世界盃嘅，所以冇錯過啦呢個世界嘅熱話啦。冇錯，係啦。係啦，除咗呢個之外咧，當然仲要關注我哋200期嘅一個盛話啦，係咪？所以你哋快啲過嚟參加我哋嘅活動啦。咁我哋下期再見啦。最後想同大家分享一個我哋嘅小天地，就係歡迎大家到小宇宙 APP 揾到我哋啦。我哋喺小宇宙呢一邊嘅留言都會第一時間收到，而且公告欄呢一邊亦都會有我哋嘅聽友群，歡迎大家入群嚟同我哋一齊交流。當然啦，對於粵語愛好者亦都可以加關注我哋嘅 B 站，喺 B 站裏邊搜你講乜嘢，可以揾到我哋，亦都會不定期去更新一啲有帶中文字幕嘅播客視頻咯。咁除咗小宇宙同 B 站之外呢，大家仲可以喺蘋果播客、Spotify、網易雲等平台收聽我哋嘅節目㗎。具體其他平台信息可以喺我哋嘅 show notes 度揾到。歡迎大家喺各平台關注我哋嘅節目啊！你哋嘅支持係我哋更新嘅動力，快啲嚟關注我哋啦！